今日係第4日。今日撞到我同阿何飛之前拍嘢認識嘅一個朋友啦，一 hot 叉嘅 Crystal。我撞到啲靚仔，好開心啊！因為呢度咧係好好啊，康樂文化事務處咧就將呢一個咁有歷史嘅地方去活化。多謝你哋，多謝。係幫我啲同事帶嘛。好。喺度做緊嘢辦公室嘅同事，大家好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請你哋放低你哋手上面所有嘅武器、mouse同埋工作文件。你哋已經俾我哋 Playtime 重重咁包圍啦，冇錯。你哋只係需要拎起你哋嘅手提電話，拍低我哋即將為大家。嗱，我拍到你仲做緊嘢㗎？呢度今日 Playtime 戰隊特登上到嚟呢度咧，嘈喧巴閉係同大家打氣㗎，打氣加油啦，好唔好？小怪，我對你嚟講係好小事咋，係咪應該？係咪啊？送俾大家 Playtime 嘅歌，叫 HSBC 嘅。人人做到死，頭還有腳臂，頭大就 OK。HSBC Handsome Single Boys Club。歡樂嘅時光過得特別快，繼續做嘢，加油工作嚇！再見各位，拜拜。